先来走吧。
谢咱现在咱三甲做来听诗篇62篇。既然恁甲伊独见面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这听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主持你，恁就有上款的心志，相款的正心，和蔼的感情，一致的生活，通互我充满欢喜。反正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拼通家己处无国的身份，这是甲人相反，用人的形体。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一切骹头拢会跪拜，做声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白上帝。这是咱三甲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修事万面，耶和华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今日是你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阮正遐个姊妹来到你的殿中，阮伫遮来吟诗阿罗，伫遮来敬拜。主，阮满心来感谢，阮是何等有福分的人，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的上帝。主啊，阮若坏，阮就要来学你你；阮若晦气，拢要来称颂你，因为你是配得阮来学乐甲称颂的。主啊，感谢你伫过去的时日当中，你的保守、你的带领，我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伫逐种的生活当中，伫逐种的经文当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阮拢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所收拾的一切，拢有你美好的旨意甲定得伫当中。主，阮也真感谢主，你伫今早起，阮会当阮兄弟姊妹，阮逐人会当为你组织来到你的殿中，阮伫遐敬拜学了你。我这边要来领受主对天来的信息，伫阮每一个人当中。你的话也要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底，阮会当伫你的话当中，阮也有好的所行。你的话会当真侪，阮的尊敬会真侪，阮的帮助。你的话真侪，阮骹前的顶，路上的光。主，有时阮伫遮感觉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下来，这是何等有大的恩典。但阮常常当作这是理所当然，直到阮常常来离开主，来所行一切无完全，伫遐来伫遐，互主你的名受个主，求你的保护，搁一遍来写成阮，任命阮伫你面前所犯一切过失。主，但伫今仔日也是基督教的单报的主日，主，我也真感谢主，你找你的仆人陈社长来到场当中，要分享主对你下来信息，恳求你的神开伊的心门，开伊的喙，伊的话所讲的会当感动着每一个兄弟姊妹。反而对咧话语当中，阮个会当再一次重新得到开力。主，当将今仔日第一场的敬拜，对头到尾一尽完全交托仰望，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注意圣工的安排，咱所有的事项当中，咱请人家己过目，咱直接就到伫消息的报告。今仔主日是基督教的论坛报的主日，咱今早起真欢迎地中信社长前来要请安甲讲道。咱请咱兄弟姊妹来当踊跃，为着咱教会的这个报纸伫遐奉献甲代祷。第二项，本水第二场华语礼拜中要举行单例文传道，为正做社青牧区的区牧就任式。
愿主赐伊伫咱教会有真好的服侍，咱来为着这样事，咱来伫遐来带导。第三，社会公告，因为应用本土的疫情，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遵守政府所规定防疫的相关的政策，伫厝防疫的兄弟，议员会当利用线顶伫遐来收看咱主日礼拜伊的转播。第四，本会2021年度第二学期信仰培育教育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既然有规定，照伫规定申请搁符合标准的，伫本主日前爱提出申请。咱伫9月15暗上8点，咱有要召开奖学金的小组的审核。本会也定伫后礼拜要颁发奖励金。第五，有报名参加9月16拜五暗上到9月17上午规9月16上午到暗上伫敬拜中心举办的全人更新营的学员，请咱务必准时来参加。第六，本主日下晡4点半有召开9月份的定期中职会，地点伫主堂，请咱中职同工单位首长会当注意这时间4点半，咱来出席参加。第七，本会定伫9月18下晡3点要举行幸福小组的启动会，地点伫主堂，请全体的区长、小组长、幸福副长甲同工咱来出席。因为要准备餐点，所以伫本组进前，咱的所有的牧区伫遐来区长伫遐报名。第八项，本会2022年下半年度装备课程要伫10月初7开始举办，详细的内容咱看周报内底有页，请兄弟伫9月25进前办公室伫遐报名参加。第九，本会庆祝释教70周年，有一寡的活动。第一个是咱有相爱一生百年好合的金婚，做伙来报名。若无，咱干事可能拢会照随意伫遐来安排。所以讲，毋茫讲咱若要坐做伙，咱会当做伙报名，通啊，互干事伫遐好安排你的座位。当天参加的本会有要赠送70周年纪念品甲见证集。具体消息，一个详述介绍。本会刘明清长老妈周秀玉长老妈伫9月初6蒙主温调安息主怀，要伫即礼拜的拜六9月17上午10点，要伫家己的厝体伫遐举行立关礼拜了后，就要直接到伫市立殡仪馆举行开化礼拜，伫当天的下晡2点，要伫咱教会的主堂举行告别礼拜，了就要到伫嘉典永生园举行安葬礼拜，请相助会员缴交相助会费。第二，本会韩德富兄弟蒙主温调安息主怀，伫9月13，伫高雄市立殡仪馆举行立关火化礼拜。以上愿主安慰者为主，敬请咱的兄弟为着这为主，伫遐来带导。第二，合作社消息，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二小项，社员相连意外保险一档是2000块，伫9月19进前接受办理。如期咱就无受理，欢迎到伫合作社来切顺。告解消息，咱请陈牧师来报告。咱的高雄中会第92届第3次的议会伫9月13后礼拜拜二9点半伫林门教会召开。咱教会牧师团的代表参加，敬请带导。第二，咱高雄中会9月24上午8点半到下晡4点，伫公山教会举行迈向100宣教10年的宣教大会。请咱的教牧中级区长、小组长兄弟咱会当踊跃来报名参加伊这名额限400应该是无限啦因为公山教会有较大
咱参加有中级迄个比例，还是讲全部参加人数前3名中会有奖励所以请咱会当踊跃来报名。第三，高雄中华教社部伫9月25下晡2点半到5点，有举办家庭幸福海岸的净滩的活动，费用100，然后要参加的会当甲办公室来报名报名的当然有送迄个纪念品甲7-11的即个商品迄个头伫迄个10月7日有急救的训练伫家庭教会，费用100这个活动咱也有负担有关心的，请咱会记咧报名。以上。接下来消息的报告。咱来看咱圣经，咱领受上帝的彼得前书第2章第40到第6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到第6节。伊是活石，互人弃杀；若是互上帝拣选，珍重，恁上份伊，也亲像活石，去做心灵的厝，做圣的祭司班，来献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为互上帝欢喜接纳的。因为圣经有记载讲，看我用所拣选、所珍重的触角头要紧的石下伫孙城，信伊的人不得见笑。阿免。感谢上帝将伊话授予互咱。这是赞美，咱要请妇女献歌队。我
咱多谢福禄县歌的所带来这首真水的娱乐的时间，互咱会当唱歌到永远。这是咱也讲到，今仔要请基督教论坛部的地中心社长，今仔所要分享的信息是正人气煞，上帝所拣选。各位姐，大家平安。咱的福禄县歌队吼，头前迄首吼，可能毋是故意选的，不过内面吼，咧描写咱的圣徒叫做忠信吼。咱今日公司是地中信社长吼，因爸牧师，所以甲或者望伊做忠信的信徒吼，爱学了上帝吼，唱荣耀的歌来学了上帝吼，无论伫关山还是山谷，是深山还是伫迄个沿海吼，拢爱学了上帝，感谢上帝吼。咱今日的经文讲，咱逐人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事，也得爱顾别人的事。感谢上帝，咱的信仰就是会当毋是干那关心家己，也会当关心别人。吼，关心别人就是关心家己，祝福别人就是祝福家己。咱的基督教论坛部感谢主伫陈社长，因为伊上帝互伊专业过去伫电视台，吼，所以伊会当伫即个媒体来发挥，有带领基督教论坛部。即马毋是伫整个的咱的平面的媒体，咱即马搁伫即个网络的媒体，毋是干那伫台湾，会使讲有华人的所在，拢有真大的影响力。即马即个平面的报纸嘛，有到伫即个马来西亚，吼，马来西亚真足侪华人，吼，感谢上帝，吼，地城长甲咱教会还是咱高雄拢有真合作，真好合作。像咱伫拜六有要举办咱高雄市的城市的祈祷早餐会，吼，伫武昌教会。即个早餐会，市长来爱为祈祷来祝福。咱有真济即个影片哦，其实拢拜托咱的基督教论坛部甲咱制作，所以制作就是专业吼，也会当帮助咱的教会吼，所以感谢主吼，大家一当拢有机会伊来甲咱分享伫即个基督教的媒体因所咧做咧扮演的角色。希望咱替祈祷吼，会当踊跃来奉献。特别即马疫情吼，每一个即个机构拢有受到真大的财务上压力吼。希望咱兄弟会当大家小可斗分担的吼，咱会当较踊跃来奉献。我相信因着会当更加发挥伫即个媒体的开力吼。好，咱从即个时间来邀请陈中信社长，咱拍鼓来欢迎。陈牧师叫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口罩呢？会当安尼喘气就好。感谢主，我想这2年咱伫即个新冠疫情的即个压力下，咱大家拢口罩戴条条，到即摆来较快活淡薄较快活淡薄过去我已经开始飞出去啊，最近开始出国去到伫国外咧服侍坐飞机拢足正常的，去到国外大家嘛甲戴口罩，但是着四界食饭拢足自由的。即摆台湾嘛渐渐慢慢可能会慢慢拍开，全世界即摆开始搁快活起来。求上帝帮助咱伫这过去的这2年内底，咱有真大的学习。我相信今仔来到咱日子所在，伫遮做伙来分享，正做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有影响咱的人。我相信咱逐个人拢对细汉伫要开始读册也是囡仔时阵，爸爸妈妈就讲你将来要做啥？咱定定就讲我将来可能要做总统，但是可能伫想的时候拢做袂着。有当时咱讲将来要做医生，嘛无一定做会着。但是每一个人的背景历史，咱想拢无啥共。
这2天上出名的新闻，大概就是这个女王伊丽莎白2世，这个女王过身去。伫全世界内底，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不管是对一个正派、对一个国家、对这个女王，拢相当的尊敬。为什么这个尊敬这个女王？因为伫过去伊这几冬96岁的时间，伊真做是英国内底在位上久的一个女王。伫迄个时代，伫这个时代内底，伊本身家己个人。对开始到过身受人尊重，伊的生活足单纯，伊的夫妻足相相疼，伊对囡仔的照顾、对国家的照顾相当的疼痛，所以互人来尊敬这个女王。伊伫少年的时阵打结婚，交伊的翁婿去到伫非洲伫度假，迄阵伊阁是一个公主尔。所以因爸爸是国王，所以伫迄个时间，伊旅行去到伫非洲，住伫迄树仔厝顶悬，因的度假伫迄树仔顶悬。突然接到一个重要的讯息，甲讲你的老爸过身去了。所以迄个国王过身去的时阵，伊迄个时阵伫树仔顶，但是行落来树仔下骹的时阵，伊就变做是英国的女王啊。对迄个时阵到即摆。咱会看到即个女王伫过去的时间，笑眯眯行出来时阵，所有世界的领袖拢爱来伫伊的边啊。不管是美国总统、德国总统、总理，大家所有来到遐的时阵，一定来看即个女王。伊真做是即个国家，真做是即个世界内底一个真重的安定、帮赞的一个国家的领袖。我相信伫这过去的时间。伊嘛毋知伊要做即个女王，伊就生伫即间厝内底，伊就伫即个国家的即个重要的国王的厝内底，伊就真做是一个公主。伊边仔无人接，伊是第一个顺位，所以就变做是即个英国的女王。对迄个时阵到即摆，伊行了真水的一个家庭，伊真正有影响咱的人。我相信伫即个历史内底，有真侪人会记着即个人，就Queen伊丽莎白。我相信即个人伫世界内底有真大的影响。前无偌久，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咱台湾真侪人讲，伊是咱台湾的好朋友啊，伊都帮衬咱台湾足济啊，伊对台湾足支持的啊。即个日本的首相伫日本是影响力上大的人，伊伫世界遮个领袖内底，咱会看到伊行伫边仔遮个人。拢是全世界内底重要的总统、总理，所有的影响力来行做伙。伊每一年也是2年，因都有做伙，伫遐咧开会，伫遐咧做全部世界内底重要的代志。我相信这内底每一个人拢有影响力，拢有影响力。你看到这内底穿迄个绿色迄个衫的，这个德国的总理，伊是一个铁娘子，是一个牧师查某囝，但是伊定做是一个。德国内底真出名的总理，但是即摆落去了，你问伊是啥物人，你可能嘛想讲有，我知影即个铁娘子，但是我毋知影啥物名。佮少年的人可能嘛毋知，可能讲可能捌听过啦，可能捌听过即个人，但是可能伊落来啊，你着慢慢袂记起来啊。你边仔看到一个人，迄个人可能嘛讲，即个人较早是美国总统哦，即个是川普。这川普在做总统的时阵嘛，足强的，嘛足霸的，嘛足有影响力的。但是今仔伊毋是总统了，伊可能就去到后壁去啊。咱慢慢就袂记得即个人，伊搁伫后壁搁较冲，搁较讲，搁较做一寡新闻，大家讲即个人捌做过总统，尔。但是过去啊，即摆叫要变做是美国的拜登，拜登可能真做是美国总统，但是4年了、8年了。伊嘛是过去了。你敢袂记得前一届的总统是谁？川普前一届的总统是奥巴马，奥巴马头前的是啥物人？你敢袂一直记得？除了伊有一个影响力，除了伊伫即个世界有留好真好的名声，无就是过去了。遮个人可能互遮个全世界媒体大家看啊真清楚，但是一枪拍落去了倒落去，可能就结束去。咱可能真紧就会袂记得啥叫做安倍，咱可能少年人嘛毋知影啥是安倍。
即个历史就过去，咱就毋知影。但是即个女王会当伫即个世代内底，伊有90几年的年岁伫即个所在，但是伊留落真好的模范，留落真好，互人爱戴。伊真做是真侪人的帮赞。伊伫即历史内底，就会互人记住咧，伫想伫即个所在。我相信伫咱的即个历史内底，遮个人拢要过去，但是伫即个历史内底有真侪人起来，真侪人落去。咱会看到这内底有《Time》时间时代杂志内底有选出足侪影响力的人，但是今年选出来，明年就落落去。你嘛毋知影即个是啥，但是有一寡人，伊一世人短的时间可能70岁，可能60岁，可能50岁，但是留到即摆的名声，搁互人来纪念。即个人可能大家较咱毋捌，但是我也讲，即个人叫做威克里夫。可能做牧师的人、做传道的人、做圣经研究的人，讲即个人真有影响力。伊将圣经翻译成惊做是咱会当读的用语文了到打威克里夫遮个协会，继续伫翻译圣经伫全世界、伫原住民、伫任何国家，只要无圣经的所在，因就甲翻做因会当读的圣经的话。维克里夫真做是一个有影响力，伫教会历史内底有影响力的人。我相信咱内底看到真侪人，咱嘛捌讲啊，即个人叫戴德生。戴德生讲，我准啊偌济钱，我拢要留互中国。我偌济性命，我嘛要留互中国。即个人，直到如今，伊的第5代已经愈来传到即摆，伊的囝囝孙孙拢真做传道人。伊即摆上新的第5代的人叫戴志忠。是华神即摆做一个院长，开始做宣教的人，伊真做是一代传承搁一代。但是咱大家伫教会历史内底讲戴德生，即个人有影响力，愈留愈久愈芳。即个人留做真水的即个历史。我相信伫长老会、伫台湾教会内底，马雅各是一个博士、一个医生，来到伫台湾伫即个所在，1955年迄个时阵来到伫即个所在，咱看到伊伫迄个时阵来甲福音传到伫台湾，伫迄个时阵开始，因就开始甲福音带入来伫台湾，直到如今，咱伫即个所在地咧，特别是长老咱教会，有真侪人受到伊一代搁一代搁传。马雅各3个字，真做是影响力的人，真做是一个继续的影响人的人。咱看到真侪人，不只是马雅各，不只是马偕博士，伊嘛是也共款来到伫台湾时间，伫即个所在放落过去一切所有财产、事业、名声，来到伫东方，来到伫台湾，伫即个淡水入来开始建立一个真好的细间的病院。伫迄个所在开始帮助这所在的人，伊伫建立教会，伊帮助教会，伫长老会教会内底，马雅各、马偕这2个相当的有出名。咱看到这个世界内底有真侪人拢想要出名，咱看到这个世代内底有真侪人拢想要真做事要所用的人，这个文图嘛好，圣经内底的人物嘛好，真侪人其实拢是失败，但是主甲捡起来。真做是一个尊敬，真做是一个防教师，真做是一个栋梁，真做是改变这世界的人。这内底其中上出名，我常常爱讲叫西门彼得。西门彼得伫内底主内底时阵，是对伊小弟来到伫主面前，伫迄个所在熟悉主。因兄弟啊，拢在伫主的面前，互主得着。但是彼得伫主的头前有真侪的表现，真侪故事，真侪事迹伫内底。伊看到主伫迄个所在，主足疼即个学生，互伊一个名叫基法，互伊即个名真做是一个好像一个 rock， 一个石头共款。但是即个人伫伊的文图内底，上爱顶，上爱伫迄个所在。主伫伊的尊顶，伫迄个所在讲道理，伊嘛做面子。主带遮个人讲过来去海内底，伊嘛讲即个时阵无鱼啊通掠。主含伊去到伫海中，伫深水的所在，讲伫遮放落来。西门彼得是一个掠鱼的人，伊就感觉讲，这个所在哪有鱼啊？我掠一世人嘛无鱼啊。但是主讲伫即个所在放落了，伫迄个所在伊掠着，毋捌掠着遐济鱼仔的所在。伊跪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也是罪人。主就对即个人讲：你对待以后，真做是掠鱼仔来得
得人如得鱼的人，对伊有真大的愿望，对伊有真大的期许。但是伊伫主的面前内底，定定嘛是佚佗晃来晃去。伊也看到好的拢要对，啊歹的伊就走。但是伫迄个海中，伊拄着风影，伫迄个所在看到主行伫海的时阵，伊嘛真羡慕，迄是我的主。伊就甲主讨讲：主啊，你若是主，你就互我嘛行来海内底。我相信主足疼即个人，伊叫伊讲：你来，你行来即个所在，你起来。西门彼得嘛真正嘛敢，伊甲行对海前去的时阵，逐个拢边仔伊的门徒学生伫遐底甲看，伊就行起来。但是行对海的时阵，甲行无一步两步，伊就落对深水内底，伫迄个所在叫主甲救伊。主过来甲救起来，我相信伫即个内底伊学习真济，但是主无放弃伊，主嘛真疼伊，甲救起来。我相信伊和主的关系真好，伊嘛捌主含是伊伫伊身躯上，所以咱会伫内底看到西门彼得伫主的圣经内底，咱会看到圣经内底伊逐项都要爱。主要替因洗骹，伊讲伊要洗头、洗规身躯拢要洗的人，伊敢讨的人。但是主要走的时阵，主伫迄暗，伊要离开，对遮个门徒来讲，伊对伊来讲真济交代。伊毋甘，伊嘛真疼遮个人，但是伊特别对西门彼得讲：彼得，我不断地为你祈祷啊！你也坚定你的信仰伫主的面前，毋好互魔鬼来甲你像西芒啊、洗麦子甲你洗掉。伊嘛讲啊，你放心啦，你去倒我嘛对你去，我拢知啦。你死我嘛对你去死的人，但是主对伊讲，鸡叫之前你会3次不认我。伫迄个所在，主早就知影即个人是啥。主甲讲，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要兼顾你的兄弟。伊嘛是放互，伊嘛是伫迄个所在害呢。主互掠去互修理，主互定罪，伫遐苦毒。歹家己十字架的时阵，伊上疼的即个学生也无去，走去避起来，毋敢来伫迄个头前，主伫迄个所在跋倒，来扶持伊的是古利奈人西门，一个外邦伫来到伫即个所在的人，伊伫迄个所在扶耶稣，但是西门彼得走去啊。主无放下即个人，主伫伊过身了，伊3日过晚的时阵，向门徒来显现。伫迄个所在显现的时阵，真侪人看到，西门彼得搁去掠鱼仔，对遐搁咧海来海去。主无放下伊，搁转来，伫迄个所在看因伫海内底，对遮个人讲：细囝，恁搁伫遐咧掠，恁掠有啊掠无？因伫海内底掠几暗，伊甲即个岸边即个人讲：阮掠几暗，啥物嘛无。主就甲讲：伫你的正边，甲网仔拍落去。伊伫迄个所在掠着真济鱼仔，因较发觉是伫岸边迄个人是主耶稣主转来啊。西门彼得，我相信伊真惊吓，伊毋是真欢喜，我相信伊错到要死。乃是主怜悯即个人，甲因叫转来，伫遐做伙食早起。主对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你听我比这较深嘛？西门彼得绝对无第2个答案，绝对甲讲：主，我听你啊！主就转来伫头前啊，死搁转来，哪有可能？伊敢讲别项的答案？主无甲要求，主无甲修理，主甲讲：来跟对我，去喂养我的羊啊！主第2届问伊，共款嘛是安尼。但是主第3届搁问伊的时阵，伊就惊吓，伊就无胆。伊就甲主讲：主，你知影我是啥？你知道我是谁？你知影我是软弱的人，我是失败的人，我是无胆的人，我是该向讲大话的人。主嘛无放下这个人，主甲讲：来跟对我，去喂养我的羊。主若无转来，这个人扣角；主若无转来，这个人伫海里海来海去。这个人可能真早过身去，亲像这历史内底，这个人叫什么名？无人知啊。曾经有一个很会抓鱼的人，没有人在乎这个代志。
但是西门彼得互主退转来的时阵，真做是传福音的人，真做摕天国锁匙迄个人，真做是关键的人物、关键的一个所在。若无即个人，即个门袂开去啊！真做是教宗，真做是天主教教宗，每一个教宗拢代表是西门彼得，伊伫天顶天国的钥匙的人，真做有影响力的人。一个人阵也无主退转来，无捡转来用，不过是路边的石头，不过是等伫遐一堆一堆的石头。咱可能是拜主，咱可能是师主，咱可以互主得到，但是咱可能坐伫咱内底坐一世人，咱嘛无影响力，因为咱无行出咱爱去做的代志。真做是主要所使用的门徒，真做是神所拣选的房角石，成为尊君，成为祭司，成为柱子。伫咱今仔读的圣经内底就讲，主乃是活石，故人被人所遗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句话伫咱遮咧讲的是，虽然众人看拢无，但是主若捡起来，好摕起来使用，你就真做有路用的人。我相信伫主内底，我相信每一个人拢希望你有影响力。咱希望咱的囡仔有影响力，咱咧替咱囡仔咧祝福的时阵，爸爸妈妈来祝福你，将来爱伫社会有出头，咱爱伫社会做有路用的人。啊，但是毋知有做路用的人无？毋知有影响力无？影响力无一定是做总统，无一定是做女王，做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书记，做一个门房，伊拢会有影响力。咱看到真侪人有影响力，伫即个世代内底。我会记得我伫少年的时阵，我伫政大要考迄个研究所的时阵，遐个教授问我讲：“你有影响力吗？”我要选有影响力的人啊。迄个当初迄个时阵，我伫东森电视咧负责电视台，负责幼幼台，我就对这个教授讲：“你知影，我足有影响力的人。台湾的少年囡仔6岁以下拢嘛看我的电视啊。”我就足呛的，我就足骄傲的。伫迄个时阵到即个时阵，谁在乎你是东森的副总？谁在乎你是曾经是东森的副总、幼幼台的副总？谁在乎你过去了？哪里无好名声，不过是你曾经当过而已啊。细汉咱拢伫教会大汉，我嘛出世伫教会牧师的家庭。伫迄个所在，阮大家拢咧想，我有一天要安怎？30岁时阵，我伫美国，我嘛讲，我家己有一天要成功。我嘛一直拍拼嘛，一直成功。但是世界的成功真紧就会过去。伫世界迄个成功，伫你的履历顶悬叫做曾经经历某某公司的总经理，某某公司的总裁。某某公司的什么执行长过去啊，时间若一过去，就拢无去，无留落真好的画面。但是今仔咱来服侍主的时阵，真侪人拢知影讲，哦，社长，你即摆是台湾教会、华人教会、亚洲教会内底有影响力的人。无我讲，无，阮是干服侍上帝的尔，只是做一个小仆人的尔。过去咱拢听到主的恩典，咱拢知影主的恩典的人，但是咱做袂到，真就是主要用的人。若是咱互主来用的时阵，主捡起来，真做是一个活石，真做是一个黄角石，真做是一个重要的人，伊真做是有影响力的人。我相信我转来服侍主，刚开始我就来伫右昌教会，受到右昌教会栽培。疼痛，伫高雄特别高雄，真侪高雄武昌教会，遮真侪教会拢真疼我。当初我不过是等伫路边的人，是主搁捡倒来，互主来使用，放伫教会内底，放伫重要的位来改变真侪所在。你着真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着行伫世界真重要的所在，大家拢会当熟悉你，大家拢知影你今摆伫创啥物。真做是有一个影响力的人，是咱大家每一个人想要爱。基督教论坛报伫1965年开始，真做是主要用的一个媒体，迄个媒体叫做报纸。伫迄个时代内底的报纸，到今摆已经56年。伫这56年的时间，世界在变，
对乌白的报纸到彩色的报纸，到电视，到广播电台，到即摆网络世界、云端的世界。但是这份报纸无倒去，咱是一直做了真好。伫华人的教会，不只是上好的报纸，不只是华人教会内底上好的报纸，伫亚洲内底会当透过走到海外去的一个报纸。伊不只是报纸，伊网络、脸书所有的媒体内底拢看会到即个媒体。自要用即个媒体，诚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伊就会当不只是台湾教会，不只是台语教会，不只是国语教会，不只是中国教会，不只是华人教会，不是世界教会一个媒体。今仔咱过去一个主，把咱捡倒来所用的人，即摆伫全世界内底走动。前个月较去马来西亚，即礼拜三要搁去马来西亚讲道理。我的兄弟姊妹，大家咧讲，永摆拢无要互主用的人，即摆走比飞较紧，走到世界去。今仔基督教论坛报不只是一个报纸，伊是一个亚洲影响力的国家，一个亚洲影响力的论坛，诚做是一个亚洲论坛影响力中心，诚做是一个影响力的火力的发电厂。伫即个所在，主想事和论坛，诚做是世界内底即个文化艺术媒体的中心，伊扮演一个真重要的杀手。伫即个所在，你看到亚洲世界，伫遮所有的聚会内底，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亚洲影响力，绝对伫即内底参与伫内底，诚做是真重要的。过去2020年，咱的疫情来时阵，全世界拢拍落去。论坛无拍落，继续开始咧奔走。2021年的时阵，伫马来西亚成立马来西亚论坛影响力中心，会当继续咧发展。2020年的时阵，伫开始伫全世界内底举行国际组会议，伫10月30、28、29、30，伫迄个所在办国际的主要的大会。我相信，主伫过去这几年，你会当看到论坛对一个老报纸。到一个新媒体，到一个世界有影响力的媒体，一个报纸会当倒去，一个报纸嘛会当爬起来。主啊，那边用主起起来祝福，伊就放伫迄个重要的所在来。今仔论坛报不只是对台湾的宣告，伊看去的是对规个世界，特别对亚洲这个国家，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越南、柬埔寨。韩国到日本，即个亚洲的世界，即摆论坛这个串联，伊望透过即个媒体，会当甲遮所有的教会甲串做伙，亲像一捧珍珠放伫这世界内底。我毋敢讲要做全世界，但是阮至少对台湾行到亚洲去啊。今仔即个基督教论坛报伫即个所在，真济发展。我有一天坐飞机去到伫马来西亚，飞伫天顶咧看。看到这个国家真大，伊个国家的面积比台湾大足济。啊，伊对天顶看去的时阵，拢绿油油的，遮系森林树林。落尾落去了，因甲我讲，迄是一个叫做棕榈树。棕榈树伫全世界内底，东南亚内底，特别印尼、马来西亚出全世界上济棕榈树。过去我嘛毋知影棕榈树会当做偌济物件。去到伫遐的时阵，因就甲我介绍讲，棕榈树内底有果子，有迄个整个棕榈这个果子。这个果子甲采收下来的时阵，应该锻炼成油，就棕榈油。啊，棕榈油有什么了不起？伊就甲我讲，棕榈油的世界是规个影响全世界。伊不只会当食，伊不只有营养。伊不只会当加做能源，伊不只会当加做化妆品，伊不只会当加做是科技产品，伊伫即个原油的内底开始一直发展起来。所以你会看到东南亚最近全世界安那咧无变来变去，应该足稳的，因为迄个国家内底物产足济，伊的棕榈油足济，伊的石油足济，伊的天然气足济，伊的水果足济。所以亚洲的世界就开始咧转，开始咧变。伫我遐看到即个因的即个棕榈油的时阵，因就甲我讲，即个棕榈油会当发展即个物件，到全世界你看会到真侪物件拢和棕榈树有关系。
伫遐我就想到即个总旅游的时阵，我就想到教会，咱的教会真侪人互主得到彩所回来，真做是总旅游，真做有价值的人。但是咱着囥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真做是缘由，啊，着囥伫遐囥久，然后卖互别人。但是世界毋是安尼，世界是食即个总旅游，搁甲加工，搁甲变化，搁甲互伊创造了。伊就真做是有路用的人，伫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功能、无共款的时阵，我咧想着教会，咱有真侪总旅数修等的总旅游，但是咱也无出去，咱不过就只是有价值的总旅游。但是咱若出去，咱就真做是伫这方面有影响力的人。咱就真做是艺术顶悬有影响力的人，咱就真做是医学教育有影响力的人，咱就真做是政治内底有影响力的人，咱就真做是政府内底有影响力的人，咱伫世界各个所有真做是有影响力的人。若无，咱不过是一互人踩锁起来；若无，咱不过是伫遐信主伫迄个所在；若无，咱不过是迄个文图军队就边仔伫看老热迄个人。咱伫即个世界爱诚做 impact 有路用的人，有路用的人，毋是敢做女王。你伫厝里就是女王，你伫你的厝内底就是疼你的囝的人，含你翁做伙的人，含你厝里大大细人做伙的人，伫迄个所在诚做安慰的人，伫即个所在诚做是帮衬的人，你就是有一个影响力的人。人会讲我迄个老母影响我足大。今仔我即摆行到世界各国的时阵，我的老母诚做我真大的帮衬。阮老爸46岁就过身，阮老母40岁就带我到大汉，到即摆88岁，伊每一工替我祈祷，每一工向我握手，每一工向我拥抱，主要兄弟，你做你去啊，你做你去陪啊，我伫厝里拢好势啊。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今仔高雄市嘛，诚做是台湾有影响力的人，因为马甲国因遮的人拢对高雄入来，马街嘛是对遮入来。即个人是福音的进口，嘛是福音的出口。但是咱常常看无讲，咱是南台湾，咱是后壁啦，咱伫下骹啦，咱无是顶悬啦。但是你无想到，即摆高雄已经开始咧转，开始咧转换嘛。你无想着讲，祭主竞选伫即个所在，诚做是福音的港口嘛？你无想着即个福音的港口，伫遮个牧师内底，几年前就开始逐工在祈祷，逐工祈祷主啊！你听阮高雄，你帮助阮高雄，你圣灵降临伫高雄，你帮助高雄，诚就是福音的出口，诚做是福音的进口。到今即摆高雄的教会，诚做台湾最重要的祈祷的教会。诚做是一个反转的教会，你看到即个城市在变，愈来愈水啊，车愈走愈紧啊，大家慢慢啊转来伫即个所在港口，即个港口开始将来诚做是出口的港口，诚做是亚洲大家伫即个所在拢在反转的所在。2022年伫即个世界在蹦、在转、在变的时阵，你是互放无去，还是你搁伫主内底，你搁徛条伫迄个中心？你知影主开始要兴起咱伫即个所在，诚做是有路用的人。基督教论坛报10月26、27、28伫马来西亚吉隆坡办一个国际会议，叫做风起云涌。伫讲咱即个云亲像台风在转啊，规个亚洲开始在变啊，你知无？所以就发起即个大会，邀请100个伫这世代内底有一寡影响力的人，做伙聚集伫迄个所在，做伙祈祷，把100个人，佮差遣转去，伊佮有100个人，都是千千万万人开始拢传递，诚做是有路用的人啊。主所拣选，成为重要的祭司，成为房角石，是我们一生互主得到上大的使命。故宫博物院全世界3大博物院，全世界人准啊，即个较有知识、较有文化的人来到伫台湾，除了食鼎泰丰去诚品书局了，特别一定爱去伫故宫博物院。伊去故宫博物院看啥物？即故宫博物院内宝藏足侪。那其中内底有一个宝藏叫做翠玉白菜，
伫即个所在，即个翠玉白菜伫遐，真做是镇宫之宝，真做是故宫博物院内底上重要内底一个宝物伫迄个所在。所有人安怎排队排一2点钟久，嘛要看即个宝物。看即个宝物，不只是水，不只是特别，伊不只代表台湾伫故宫博物院内底上重要的其中一个。即个玉仔当初不过是人等伫路边，即个玉仔当初伫这捡玉仔的人讲，这玉仔无水啊，人玉仔水着规个青扁扁、水澄澄，啊无着白苍苍。晶莹透地，但是即个玉仔也有绿色，也有白色，还佫有碧粉。当初伊看到即个玉仔放伫边，但是即个重要的即个雕刻师，一个重要的艺术家，看到即个玉仔，伊甲捡起来看看咧，伊着看看咧，即个玉仔真水啊，水澄澄，还佫有叶仔佫绿色，还佫淡薄仔碧粉，无要紧啊。伊就甲即个玉仔开始刻，甲迄个碧粉变做是白菜内底一片白菜，就拄啊好伫迄个所在。伫即个白菜绿色的所在，就变出白菜迄个菜头，伫迄个叶仔内底青扁扁。不只是青扁扁内底，佫刻2只小昆虫伫即个内底，活灵活现，代表是生养众多。真这是国王、皇后收藏的重要的吉祥物啊！今仔即个所在去用捡回来了，今仔共摕回来了，全世界拢要抢即个物件。即个物件伫台湾，大家讲哇，即个物件有影响力。伊无一定是内底上大的一个，伊无一定就是故宫内底上贵迄个，但是伊上有影响力的啦。人也要来展览，日本要来展览，讲拜托你故宫的物件借阮展览的时阵，伊甲指明讲，即个白菜一定爱来，即个白菜也无来，无够看。今仔一个玉仔去互对的人捡起来，甲祝福，甲表现，伊就真做是西门彼得，伊就真做是保罗，伊就真做是维利科夫，伊就真做是马街，伊就真做是马国。若是咱今仔伫即个世代内底，咱是坐伫遮喘气过日子，食甲老倒落去。咱爱伫还袂倒落去的时阵，甲主讲：主，你用我。你讲阮是世界光、世界盐，但是毋是盐放伫教会内底，伫遐咧长伫迄个所在，变做是泡菜，逐个泡做伙，泡啊酸酸酸。咱乃是盐放伫每一项的美食的顶端，真做是影响力的所在，真做是一个好菜，真做是一个好产品，真做是一个医疗产品，真做是一个有治疗的产品，是主要用，伊就真做有路用的啦。若无路用，不过是放伫迄仓库内底一堆盐，放伫迄个所在。右昌教会可能嘛有真侪盐放伫仓库中间，因为大家拢抢伫迄个所在，无要出去啊。今仔咱若是上帝要用的，真做是盐，真做是光的时阵，伊就伫世界内底，伊毋是甲圣诞节，大家拢点伊的光，真做是彩色灯泡。啊，聚会顶悬的时阵，真做是迄个舞台灯光。但是啊，聚会结束无去啊，咱是世界光放伫黑暗的世界内底，愈黑暗愈重要。毋好伫遐抱怨这世界偌黑，你问你家己偌光，你伫内底你有光嘛？一个影响力的人，用时间来看；有影响力，用时间来计算。一个人留伫迄个所在100年，佫共款有影响力。但是无路用的人，是不过是即个月民心，后个月就笨手。但是咱若看到一个影响力的人，放伫对的位，伊就真做医生，伫医生内底真做上好有良心的迄个医生。若是放伫迄个教会内底，伊就真做是一个好牧者，伊毋是一个大牧师，伊是一个真好听牧师、听人、听上帝的人。
若是伊有影响力的人，即个人出去，人讲伊有影响力，伊会影响即个人。即个人是伊带起来学生，即个人是伊带起来门徒，即个人伊会发酵，一直在发酵，一直在发酵。马街到今仔，长老教会偌侪人，因为伊的发酵到今仔，到今仔搁伫发酵，影响力是一个荣耀，即个荣耀是一直荣耀，即个荣耀毋是暂时的光，一个啊倒起来，搁发起。即个荣耀是一直伫迄个所在，伫黑暗的所在，拢看得到即个星星。你知影，伊伫遐一闪一闪亮晶晶。主要影响、主要竞选的人，称作是尊君，称作是祭司，称作是房角石。在他还没有拣选的时候，都是平凡的；在他还没有拣选的时候，都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候选人。但是你是吗？你是上帝要竞选的人吗？伫这世代内底，你要互主所用的人吗？我带基督教论坛报，甲主讲主啊，小报纸啊，老报纸啊，但是你拿起来祝福了，他就千千万万的人受到影响，他就千千万万的人得荣耀，他就千千万万人因为他调味了，他就在那个地方调味了，改变了这世界。求上帝帮助咱今仔会当正这世界光。佑昌教会70周年，影响偌济人？70个人吗？还是700个人吗？还是千千万万的人吗？我相信要互佑昌教会影响的人是千千万万的人。每一个身躯内底至少嘛70个，每一个身躯顶悬嘛至少有70个人在影响。你长期你的家族就至少看的就70个啊。但是你这家族内底有见证无见证？会影响你伫教会内底有即个荣耀无荣耀？求上帝祝福佑昌教会70周年快乐，为70周年往头前100年来走。我相信100年，我嘛毋知会得咧无得咧。主啊，互阮有即个机会，我希望徛伫即个所在，我看主影响即个教会，才会传导人、听人，一代传一代。伊的教会生命内底、活命内底，伫高雄的教会内底上有影响力。因的光啊，做伙起来的时阵，因就成做高雄教会上光的迄个教会啊。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会当转来阮好兄弟陈牧师的教会，就阮看到伊忠心听主，不只是佑昌教会，不只是佑昌教会边仔的教会。不只是边仔教会，伊伫规个高雄的教会，伊真做是有影响力的一个牧者。不只是高雄的教会影响力的牧者，伊真做是华人台湾教会内底真重要的长老教会牧师啊！注意伊的身躯，注意伊所行的、伊所做的事工，注无有退休、无退后，注意互伊往前，注意想事互伊更较好的气力、体力，带这所有的兄弟姊妹往头前来奔走到100年。主啊，求你继续带领论坛伫即个世代内底是个小宝纸、老宝纸，但是你捡起来，你所使用祝福，你就差遣阮去到世界各国，帮助阮，诚做是福音的传播的人，诚做是阮会当诚做媒体传播的人，诚做阮受到过去佑昌教会听从支持有成功有报告的人。我求你继续带领阮每一个人身躯身体拢勇健，祝福阮大家伫这世代内底，疫情要过去的时间，互阮拢倒来到伫即个所在，伫天顶、伫下骹、伫数位、伫实体，阮拢会当亨通。祝你继续带领、保守、祝福，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真多谢咱的社长今仔今早起带来真好的信息，毋望咱每一个姊妹。真正会当成做上帝所拣选的，当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我咱对教会进入社会，我咱对伫人群会当成做光、成做盐，我咱的性命也会当影响伫别人的性命。咱会再真多谢社长伊的勉励。这时咱要来奉献。感谢主吼，咱多谢郑社长对咱所分享的，当咱
何处使用，请咱会当来奉献吼。咱何处竞选，咱何处呼调，咱欢喜回应。我相信咱拢会当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有属灵的影响力，有持续的这个影响力，毋是只有短时间，互咱会当有长久的影响力。今晚请起立，咱吟奉的诗歌。上帝，我满心来感谢而已。多谢主你手赐阮的一切，多谢你予阮有智慧在能力，也感谢主你，予阮会当用你所手赐阮的，阮来奉献伫你面前，会成做教会的路用。恳求你所伫阮面，阮这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甘心的奉献，祈祷靠所基督的名。阿门。祝福车肯。祝福车肯。当恁通平安去，照主所讲，师傅所起誓的招，要成做厝角头的招。主啊，阮虽然是受起誓的招，受你拣选，也成做活招，搁要成做调招，成做有影响力的人。无论伫阮的家庭，伫阮的职场，伫阮的教会，伫阮所教的所在，会当做你的见证。做光做盐来荣耀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整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我来介绍一位吼，迄个走地的小组，迄个林桂芬姊妹，请你起来吼，阮拍布来欢迎你吼，好，感谢，吼，一遍欢迎，永远欢迎，上帝赐福你。今日是论坛部的主日，论坛部我有同工来斗服侍吼。像这咱外口有论坛部要送咱吼，咱会当摕转去来看论坛部吼，咱嘛会当订啦吼，感谢主。